第四章，耶稣搁伫海边教示人，有真侪人到伊迄位聚集，伊只得上船坐落，船伫海呢，众人拢划近海，徛伫岸顶。耶稣就用譬喻教示因真侪道理，伫教示的中间对因讲：恁听，有一个夜整的出去夜整，夜的时阵，有落伫路边的，白鸟来食完啦；有落伫土坑石头地顶的，土既然无深，不厌真快，日头出来一个拍，因为无根就孤单啦。有落伫刺皮内，刺皮发起来，将伊溃掉，就袂结实；搁有落伫好土内，就发生长大，结实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搁讲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无人的时阵，跟缀耶稣的人，甲12个学生问伊这个譬喻的意思。耶稣对因讲：上帝的国的奥秘，只互恁知影。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譬喻，互因看是看见，却袂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袂明白。惊了因挖过来，就得到赦免。搁对因讲：恁未明白这个譬喻吗？安尼怎样会明白一切的譬喻呢？夜整的人所夜的就是道，迄个夜伫路边的，就是人听道。撒旦连边来，将夜伫伊心内的道抢去。迄个夜伫石头地顶的，就是人听道，立刻欢喜领受。总是伊心内无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到伫为道拄着患难，还是受着困迫，立刻就跋倒。搁有夜伫刺皮内，就是人听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甲别款的私欲入来，将道溃掉，就袂会结实。迄个夜伫好地顶的，就是人听道理，搁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耶稣搁对因讲：人摕顶来，检是要下伫斗底下，面床骹，无下伫顶台顶嘛。因为稳坑的事，无显露出来；稳满的事，无露出来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搁讲，恁所听的，就留心。恁用什么器具量互人，也的确用什么器具量互恁，并且要做会互恁，因为有的要互伊，无的连伊所有的也要抢去。搁讲上帝的国，亲像人将种子野伫地上，黑暗暝困，白日起来。这个种子就不厌渐渐大，迄个人却毋知怎样安尼。地生五角是出自自然的，大生不厌，后来发穗，搁后来穗顶结成饱满的枝叶。五角既然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阵到了。搁讲上帝的国，阮通用什么比较呢？通用什么譬喻表明呢？亲像一粒芥菜种，种伫地里的时阵，虽然比地上的百种拢较细，独种了以后就发起来，
比逐款的菜拢较大，佮发出大的枝来，甚至天顶的白鸟通歇伫伊的荫下。耶稣用真侪即款的譬喻，照伊所会听的，对因讲道。若无用譬喻，就无对因讲。无人的时阵，就将一切的道讲互学生听。当迄一日下昏，耶稣对学生讲：咱渡到迄边去。学生离开众人，耶稣游园伫船顶，因就将伊三甲带去，也有别个船甲因同行。忽然起大风，影拍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水。耶稣伫船尾枕着枕头困，学生叫醒伊，讲：先生，阮失落性命，你无顾嘛？耶稣醒了，责备风，向海讲：点吧，静吧，风就止，大大的平静。耶稣对因讲：为什么小胆？恁犹无有信心嘛？因就大大的惊吓，彼此讲：这到底是一罪，连风甲海也听叹伊啦。